分享主的话进前，咱甲隔壁吼，你看到祝成爸爸，就甲祝福一个，祝你爸爸节快乐啊！祝成爸爸吼，不一定是爸爸哦吼。感谢主，上帝恩典啦吼。咱这对咱台湾的教会来讲，母亲节甲爸爸节拢是咱教会来推动的。但是咱知影，伫美国吼，美国毋是8月初8啦吼，美国的即个爸爸节是6月的第2主日安尼吼。总是借着即个主题，咱三甲来思考圣经美好的教示，非常的有意义吼。咱要三甲分享进前，咱大家来祈祷。听我主上帝恩典伫阮中间，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做爸爸的。伫即个特别的主日，阮毋只干那是带来祝福祈祷，上帝恩典赐福因，阮阁爱思考，伫即个台湾的社会，阮诚做一个基督徒，阮做一个基督徒的爸爸，要安怎对圣经领受到迄个独一无二、上水、美好的信仰的教导，互阮的家庭，因为爸爸美好的领导。诚做一个上帝所赐福恩典的家，这是阮对圣经所得到的学习。愿主你圣神亲自来感动阮每一位，互阮所学习的领受这款的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即位咱今日读两大经节，咱拢真有印象吼。这个经节拢在描述一个美好的家庭，甲亲子教育。迄个影像啦吼，头一段咱因为常常伫咱的启应文吼，今仔日咱读的第2段经文嘛伫启应文内底，表示咧讲，伫圣经的内面，除了对上帝敬畏，真侪的教示以外，上重要的就是家庭，就是尊敬、友好是大人，即款的教导。规本的圣经拢一直在重复，所以圣经第1段经文诗篇128篇30到50，所在描述的就是一个美好、完美、水的家庭的一个影像，吼。第3节是咧描述讲，这个家庭的内底，讲囝儿围雷列倒，亲像迦拿寨，亲像迦拿寨，伫迄种真水的环境的中间。伊在提醒讲，敬畏上主的人是遐尼幸福。即款敬畏上主的家庭，亲像迦拿寨围雷，亲像一个xuất水的家庭的交陪聚会。伊讲愿上帝对锡安赐福互你，一生看见耶路撒冷的繁荣。第2段经文，咱今日拄伫即个启应文内底嘛有读过一解。咱要通过这经文，搁一遍来学习。咱直接来看这个学习的中间有几项的宝贵的提醒吼。圣经中的教导甲智慧，头一个是拄则诗篇128篇第4节，伊讲敬畏上主的人，敬畏是对上帝一种全然的投入。伊讲即款人要蒙福。台语的圣经是讲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对安尼得到福气，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对安尼得到福气。第2段经文的提醒讲，箴言23章的24節，讲義人的老爸理當快樂，有明智的囝會通大大得到幸福，是講欣慰安尼。白話字台語聖經講，正直的人的老爸會大快樂，人生人生到智慧的囝，人生到智慧的囝會因伊大歡喜。对这个经文内底，咧带来着一个信主的家庭，以迄个美好的影像，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教养，讲爱听叹生养的老爸，敬重年老的母亲，互爸母快乐，互老母欢喜。这是这个水的家庭上帝所祝福家庭的第1项，听叹生养的父亲，敬重年老的老母。伊种生养这2字
这是翻译过来中文，但是嘛真有意思。生甲养无一定共人哦，吼，但是伊表示讲生你的啊，甲养饲你的，这拢是一个美好美好的这个需要敬畏的人啊，这是上帝所予咱的提醒。第二，伊讲叫咱少年人就要长者来学习，对时代来学习，以因的人生的道路做模样，以人生的道路来做模样。兄弟姊妹，这话听起来咱拢感觉足习惯吼。但是你知影，即马新的时代，咱咧讲新的时代的少年人，咱若注意观察这个社会，注意看这个新闻的报道，少年人无一定爱甲老人学哦，伊会感觉讲你这种退时代啊，我要学的是对这个网络来对短片来安尼所以要倒转去到原来迄个美好的传统，毋是遐尼简单的事，而且讲爱用因的人生的道路做模样啦。这是比作智慧的事，毋是干那单纯知识的领受。这段经文内底佫一个真重要的一句话，讲重视真理甲智慧，重视真理甲智慧。这上都是看袂到的、无形的，毋过对犹太人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你看，伊安尼描述得遐尼安尼定真讲真理、智慧、学问、见识，拢值得你去买，千万毋通卖啦。讲这个真理、智慧这款物件安尼是无价的对。所以咱人看见讲犹太人的社会照着圣经所描述迄个美好的形象，对伫因对摩西领受着10条诫，领受着这律法诫命，一直到因亡国。一直到因漂流世界逐角位，谁那犹原会当互即阵犹太人占世界的人口，毋是介多的一阵人。比正讲伫世界尼茫茫人海中间，迄特别的突出就对。有人咧描述讲犹太人因去验因的即个智商 IQ 嘛无比一般的人较悬，甚至嘛无一定咱台湾人的悬。但是，伊的关键伫遮，关键是讲安怎看见迄个祝福。这是咱今仔日所要伫遮学习的。有时咱咧想啦咱咧想讲，一般咱老爸教囝大概有三个范畴啦，3个种类就对啦这是一个趣味的描述。爸囝发展的3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叫做什么？歹得出好笋。歹得出好笋，意思是讲囝儿的发展甲成就超过父母的期待甲能力。咱都在做什么工课初中的，也无什么特别的知识，毋过囝儿都遮优秀考到安尼真好的学校，将来发展真大顶日就一篇报道咧报道讲，现在即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台大医学院的院长，讲囡仔时代是对父母去咧做事的安尼父母无想讲即个囡仔哪会遐敖安尼后来读册而且考到即个医学院所以爸囝可能迄个时代环境嘛无共啦所以看到囝儿有即款的成就，心内真安慰。第二种是安那呢？虎父无犬子虎父无犬子这是中文的，就是爸囝拢共出色就对啦爸囝2代3代拢遐尼优秀安尼。上困难的是倒一种呢？讲生着了尾仔囝生着了尾仔囝下一代会成长，互父母失望啦甚至诚做放荡子，诚做放荡囝这是咱一般咱经历这个社会，大概就是这3种类型。不过咱知影讲，这款的控制，这款会对你家己的要求，无一定会发生这你期待都毋是安尼但是伊到尾结果是安尼所以咱只干会当讲，伫咱人生的经历的中间，咱照咱所领受照起工来教导。伫各层面，互囝儿的成长，
亲像照圣经的指导，啊若过来会发展，咱就交我上帝啊。安尼你才袂患得患失。有的父母吼，家己成就真好，啊，就对囝儿吼一直要求千般万般的要求，要求到一个吼，哇，愈要求愈惨。无要求无代志，要求愈惨。啊，这是咱若讲原生家庭成长的一种人的人格甲心理真奥妙就对啦。毋是照我一步一步行，亲像我捏一个灰啊，捏一个物件，捏就照迄形出来。通常吼，拢靠你的期待无共款，因为伊的身躯内底藏着上帝予伊的密码，啊，你无照迄个密码行，啊，所以你要叫伊当，啊，一定都对使去。啊，这是大学问啊，毋是短短一段话讲会了。咱就是讲，安尼回归来倒来圣经，圣经的教导，吼，啊，甲即个叫做塔木德的智慧啦。啊，先来讲到塔木德，咱就看到讲，啊，最近一个咱台湾真轰动的新闻啦，吼，就是咱即个台南的查某囝，啊，叫做苏之峰啊，施之峰啊，吼，哇，2礼拜前倒来啊，像来旋风啊咧，扫一扫。吼，咱台南囡仔最近哦足穿的就对啦。进前吼，先有一位讲有那共亲情的吼，迄个NVIDIA 的即个执行长吼，嘛转来，拢比咱台南出身的。但是咱嘛袂当家己讲哦，安尼足骄傲，讲咱台南人偌高。即2个吼，拢台南囡仔无毋对，但是啊，共款是去美国受栽培的，毋是咱台湾栽培的啦。啊，所以吼，咱学了罔学了，咱嘛茫想讲，阮拢上高安尼吼。啊，毋过即个话题拄仔伫咱最近发生啊，所以咱感觉讲，通过即个台南查某囝苏志峰伊的故事，会当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因为即个是新闻人物嘛，因为即个苏志峰，咱也较少年人拢知影吼，伊是世界出名的即个超微半导体的公司的执行长呢，啊，佫是女的执行长。咱知影讲，伫即个科技界吼，女的做 CEO 的是足少啊。咱台湾人就无简单啊，佫女性安尼吼，啊，所以诚做一个足重要的议题。啊，佫较无简单的是，即个 AMD 即个超微半导体公司吼，伫还未接任进前哦，差点就倒啊咧。吼，意思讲，哇，差不多要互人甲接收去啊。啊，无拍算即个苏之峰来接任了后，毋若是后来马上迄个股票啊，股票起价，因所做的事业吼啊愈大啊，超过 Intel， 哇，迄实在是互人感觉足惊奇。啊，所以伊转来咱台湾，当然大家足稀罕啦吼，啊足稀罕。啊，即个故事咱真侪人拢对新闻看会到。那其中一个足趣味的消息就是讲，啊，大家新闻拢会去访问啦。啊，即个苏志峰遐无闲，而且要接遐个厂商嘛，吼，伊就所以访问因老爸啦，啊，叫做苏春奎吼，啊，伊表示讲，伊2岁的时阵，因全家移民去到纽约，哦，到纽约，啊，即个老爸哇真无简单，伊去到美国吼，伊经考到美国纽约迄边的市政府内底的一个工课，专门咧做统计的工课。啊，伊伫迄个环境内面吼，安尼一个慢慢啊熟悉，啊发现讲哇，伊惊一条。伊讲是哪伫伊所接触的人中间哦，有一种人特别优秀，讲即款人叫做犹太人。啊，咱知纽约迄个金融的中心嘛吼，犹太人控制规个美国的金融。老早就是毋是新闻啊，就对啦吼。啊，当伊伫新鲜的中间，伊进一步甲遮个犹太人交朋友。因讲，因遮个犹太人对细汉除了圣经以外，因就是要求遮个囡仔都爱读即个因的经典，叫做塔木德啦。塔木德，这是因原文翻过来吼。啊，得到真多好的教养吼。啊，这是即个。苏之峰伊倒来台湾啊，颁着即个名誉博士的时阵，伊的爸爸代表献花互伊安尼吼。啊，即个是即个苏之峰女士安尼。啊，所以大家突然间对这塔木德怎
目睭金起来，讲到底这是什么物件？因为这个物件毋是咱台湾的米嘛。啊，事实塔木德的介绍吼，伫咱现在台湾的这个册店真多啦。只是讲大家人无甲伊看做迄个重要性。啊，这个描述讲这个塔木德的这本经典所教育出来吼，全世界对100多年来已经出211位的犹太系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啊，你若想讲211个差别，迄个占偌济呢？全世界对1901年到旧前年啊吼，拢总有出943个诺贝尔奖得主，各种类的就对啦，哦，科学啦、文学啦，啊各方面，犹太人211个占偌济？占22.4%，占22.4%。啊，22.4就是差不多，即个1/5嘛，1/5较加啊。啊，若照这人数来看吼，全世界1530万的犹太人，就是登记有案的就对啦，是占这个全世界人口甲0.19%，但是优秀的人才，而且是特别突破的就对啦。那牛的人足多啊，伊佫特别牛安尼。啊，所以这个名拢是咱大家耳熟能详的吼，像美国啊，这个标准石油的创办人洛克菲勒啦、韦加、毕卡索、发明家爱迪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啊，这个出名的作家卡夫卡安尼。啊，所以大家人会好奇嘛，但是敢若看到这个塔木德读安尼就有效吗？就让训练出一个优秀的囝吗？迄嘛不见得啊。这个册也无啥物秘密啦。重要的是信仰，重要的是安怎这个物件透过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得到福气，迄个结连啦，迄个精神，迄个态度，啊，这都是今仔日咱对这两段经文所学习到的。当然，因为若讲搭的这个顺风车，这个塔木德在教育这个苏之峰迄款的成果，互人感觉非常印象会深啦吼。啊，塔木德呢，这是对希伯来文所翻出来，就塔木德。塔木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学习啦，学习，学习上帝智慧、上帝律法。陀拉就是迄个律法伊叫做陀拉。啊，这个物件对犹太人来讲是生活上非常接近的事，因为逐工啦。啊，咱台湾人也是讲华人嘛，无欠这款物件吼。我记囡仔时代，咱若较老辈兄姐，你会教囡仔讲啊读迄个《三字经》，对毋对？啊，念珠歌，念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啊，习相远，安尼啊念甲安尼水，安尼甲学落一个。啊，到底意思啥物毋知？啊，所以大家民族拢有迄款的训练，啊。其实这塔木德，我几年前倒来咱台南的时候，听讲，咱的厝边有一间塔木德饭店啦，啊，你捌看到吼？伫咱足侪兄弟住伫遐住伫附近啊，啊，对，啊，这个佫是连锁饭店的塔木德。啊，我就足好奇，因为我无去了解到底这个头家到底甲塔木德有啥物关系啦。总是这塔木德这个，后来印象真深，印象真深安尼。啊，事实伫这个咱台湾的册店你若要查塔木德，你网络来甲查咧塔木德的物件有够多啦啊，一本人一直翻出来。啊，我想遐知识上绝对无问题，大家人领受真水。啊，犹太人安怎教囝这拢有资料通好参考啊，因为非常的资料非常的丰富，所以因有整理做较迄个简单的本，để互囡仔读，互囡仔来读这个塔木德安尼。啊，这塔木德事实就是对圣经的传统所领受到犹太人的知识，这是仅次于圣经就对啦啊，若要做是足多全本册有40卷250万字经过1000年啦。主前5世纪到主后5世纪，啊，这段时间差不多就是
就是即个犹太人因亡国流亡，亡国因想讲到底咱对上帝的观念要用什么？除了五经、圣经律法以外，咱是不是爱甲咱的祖先所留落遐美好的教导，甲整理起来？整理起来，咱漂流世界各国，咱就爱照安尼，互咱的子孙来学习，伫迄个会堂来学习安尼吼。所以是有2000多个拉比吼，就是这老师啦，经学教师这智慧者将犹太民族这款的特殊文化智慧观点来编辑起来。编辑起来了后呢，佫无够就是爱用来伫这个教导细囝的使用所以这个内容大概分6大类啦吼：农事、祭日、妇女、损害神圣、甲洁净无洁净的事安尼。若是安尼讲的是讲，这个妥拉就是咱圣经来讲的律法，上帝律法，是基因的意思，是引传的意思，是上帝予以色列百姓一套真诚的生活的智慧的指南。咱能看见几十件经节咧提起这个事吼，这个圣经节真清楚咧讲，像咱看见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讲，你着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每日也着想，也读也想，互你遵行这本册所记一切话，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事事行通。律法的册，上帝的教示通过圣经的原典，然后整理做足侪的迄个生活的教科书就对啦。咱若看见19篇诗篇19篇第7节讲，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规律。伊的律法会当互人得到新的规律。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来得到智慧。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伊毋是甲当做一个标榜尔，是真真正正入来伫因的生命中间。咱讲看诗篇第1篇20节到30节，伊讲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每日也读也想伊的律法，这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果子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切拢兴旺。咱诗篇第1篇内面真出名的大经文讲，每日少念主的律法这款人真有福气。所以咱要注意甲看，这所有的话中间，会当用一句箴言的册来甲描述出来，就是讲箴言22章的第6节，讲教养儿童，互伊行同行的路，就是教导伊也无偏离。这是中文的圣经。台语搁我讲简单，伊讲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伊到老拢袂歪错。所以是大人做父母的，你讲放偌侪知识互伊，放偌侪遐所有的物件互伊，毋达着讲互伊行应该行的路，迄条路若行了对，就到老袂歪错。有人甲解释这段话啦，讲着行的路是啥物事？毋是讲我感觉就爱安尼行是照这个囡仔的性情，照这个囡仔的自力伊的能力，伊的性格互伊行这条路，根据伊的路毋是根据咱的路。所以若有人甲伊整理讲这10经节的意思是安尼，就是讲教养儿童，根据伊天然的个性、兴趣、喜爱来发展伊的道路。这就是变做犹太人因真重要的迄个教育观要认成。用几项来分享22章第6节，这段经节是咧展现出犹太人的教育观的基本精神是啥物？犹太的教育方法毋是一套啦，几套甲藏落去。你着安尼，这个巧的也着爱安尼，戆的也着爱安尼。这个安尼足够变巧的人着爱安尼，迄个爱学。所以现在台湾有人讲真侪人才埋没去，就是你爱照我规矩，我标准答案抄转去，考高分安尼就是。但是外国人毋是安尼想。这个苏姿芳因老爸讲的迄句话，可能互人感觉心酸酸。伊讲我的查某囝真巧无毋对，若伫台湾结果是考第1名考试考足好，若考较后的是做医生安尼，
绝对无可能亲像今仔日，伊正做一个领导一间大公司的这个 CEO， 表示讲台湾人真够教囝读册，但是要哪互伊发展出伊家己上好的天赋，咱台湾人较无咧注意遮。啊，犹太人的教育观，咱几项来学习啦吼。对这经文啊，对这故事所学习到，第一，因足重视读册。著属是读册，所以因是终身读迄个托拉，就是我讲的上帝律法。吼，伊无甲当作这圣经，这吼大人去读到，囡仔就开始读，囡仔就读圣经背圣经。啊，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古早话讲吼，人袂当只干那靠面包换地。吼，啊，足侪人较现实的人讲，啊，你无面包你会活？毋是，伊是讲面包是肉体的活，但生命迄个精神的活更较重要。啊，所以犹太人讲称作是册的民族啦，因为人啊，伊读的第一本册，也是终身咧读的，就是上帝智慧的册，就是托拉，也是讲摩西五经是因上基本的经典，然后发展出来，才会有关甲托拉有关系吼。有人统计讲，以色列人吼，14岁以上的国民平均一个月读一本册，啊，因家己拥有的册，逐个人平均读的册拢是世界第一名就对。啊，所以因有小故事咧讲起着，啊，迄个爸母安怎教囡仔吼，爱要读册，想要读册吼。讲迄小故事，讲囡仔啊，小可捌代志，就像拄则出来头前咧唱歌，这小朋友啊，足细汉这啊，因就开始读圣经啊，啊，读塔木德啊，啊，伊咱怎呢？雕工用一个足趣味的动作，就是伫迄个律法册顶悬吼，滴几滴啊蜜啊，吼，滴几滴蜜。啊，有囡仔讲，哎，你甲试看嘛，试看嘛。啊，囡仔讲，哦，足甜呢，迄蜜足甜呢。啊，就是要教囡仔吼，因阿哥在启蒙的时阵讲，哎，改成册就是甜的啦，我都爱定下显就对啦吼。用迄个蜜啊，互因去感受到册是甜的印象，啊，感受到讲读册是真快乐的代志。这是犹太人。像是为咱今日面临着一个电子的时代啊，像你是为你有去想着讲，我要安怎互我的囡仔，伊欢喜读册无？咱像咱的总会吼，有出一套几啊10本，迄个叫做迄个读本啦，就是讲啊画图画啊足水，啊册足大本吼，啊真好看，互囡仔去小小的脑筋的中间去看迄个图，用迄个字来思想，毋是一个直接影像的刺激安尼啦定。第二项，因足重视囡仔的独立的思考，啊，爱问问题就对啦，爱问问题。所以，这个教育观念甲咱台湾社会吼有真特别的无相共，因为就是要互囡仔勇敢表达家己的想法，而且用阮吼你挑战权威啦。咱台湾人，从早咱拢知影讲囡仔人安那。有耳无喙，你著照听就对，毋通阁讲有诶无诶。啊，若愈差诶囡仔吼，啊老师拍分数愈歹啦。吼，啊若点足乖啊，目睭啊金看老师诶分数加足侪分。咱看起来嘛无啥物毋对啊，但是对犹太人诶观念，感觉讲安尼是咧压抑伊诶学习，因为伊诶读壳无咧振动。老师讲即就即，两就两。啊，牧师一个经验足侪，因为我若咧上课的时阵我足认真写笔记啊，足侪人咧抄牧师的笔记啊。但是我后来发现讲吼，抄的吼，啊怎袂记去啊？敢若抄伫册呢啦，啊无抄伫遮来啦。啊，所以抄写了真好，无毋对，但是你安怎思考老师讲的？啊，你有啥物问题要甲伊问哦？犹太人伊讲用阮挑战权威，啊，足介意讲对话啦、辩论啦、想法。遐概念的冲突就对啦吼。有一个小小的例，伊咧讲台湾的妈妈，逐摆囡仔啦倒来厝，你会问伊两句话，一句话讲，啊你今日去学校学着啥？哪会当讲足多，你就感觉足欢喜啊，对毋对？啊，佮问讲，啊你今日考几分？吼，定定，迄成绩单啦，伤少分拢毋敢互爸母看。但是呢，犹太人。伫教伊的妈妈，因的妈妈咧问这个囡仔，伊是问一句话讲：，囡仔，你今仔日伫学校吼
问老师什么问题，你甲老师问什么问题，伊重视的是这，毋是你学着偌济。因为感觉讲，思考是对怀疑甲问题所造成的。就是如果我要找一个人讲代志，我先想讲，我是要甲问啥货吼，要甲伊论啦。若讲敢若听伊讲就煞。但是我是讲要问看即个人是我尊敬的人也好，还是讲我要甲伊挑战的人，我来想足多，毋但会当应答伊的问题，会当甲伊有一个对话安尼吼。所以刺激囡仔来问思考问题，来得到答案。所以因伫学校过程中间，拢是伫鼓励安尼。而且汝教问，汝教当然毋是阮安尼发脾气的问啦吼，是足有意思的问安尼。而且因嘛足注重多方面的尝试发明、创作甲实作性。意思讲对细汉囡仔开始，伊就引带儿童做实验，来学实作就对啦。互囡仔学习家己动手找答案即个咱拄仔讲的苏之峰伊讲伊这老爸讲伊囡仔的时阵较幼稚园开始伊就买一寡玩具，买一寡物件，互即个查某囡仔去甲拆起来、拔起来，拔起来斗袂起来啊！伊无甘骂讲囡仔人手遐尼尖，这偌侪钱买的呢？伊搁去买较好的，互伊拆。讲即个苏之峰细汉就去变这有诶无诶，要甲一个物件拆去，搁甲斗起来，啥会安尼设计？所以莫怪伊细汉就接受到即款敢尝试的对啦对遐开始。第四项是看当囡仔会晓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失败甲挫折，乐观的态度，失败无啥物通奇怪的啦。所以犹太人呢，足爱鼓励伊的囡仔互伊袂感觉失志。袂感觉讲我逐项拢歹，逐项拢毋对。咱拢知影即个犹太人迄出名的即个爱因斯坦，细汉的时阵因为伊的想法甲一般人无相共。爱迪生嘛共款。爸母拢甲伊讲，迄个老师甲伊讲即个囡仔我教无好，即个无路用你着准备看，互伊送去启智学校是安怎？但是即个妈妈对别人讲，对伊的囝讲，你足特别的，比任何人搁较有特色，做你甲拍拼落去。所以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个人，就是因为爸母看较伊家己囡仔的潜力，无甲伊安尼甲一般的观念甲伊拍落，所以将来成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贡献遐大的人。所以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的失败，而且伊鼓励囡仔，你爱为着家己的代志来负责，你家己的道路你家己负责，因为迄是你人生的路，毋是爸母要甲你带。所以这拢是犹太人对这塔木的一款的观念所来。而且因为犹太人拄仔讲的讲，即清当拢是伫迄个亡国的时代嘛，所以呢，因着一直学习伫第一时间有效率、全盘的思考，伊毋是敢若想一项尔，是全盘的思考来行动。犹太人当伊面对着无确定性意思讲什么阵要变换，你遮带会落去袂拢毋知影所以伫变动个未局势真困难，拢时时咧处理啦。最后有几项犹太人教导细囝真水的学习，对圣经领受着真重要。拄则咱讲着，因为无确定性，所以因足重视父母就是儿女上好的老师。拄则讲有时学校会停止你甚至教堂嘛会受毁坏呢。但是若有家庭，这个教育就会继续。所以父母从囡仔出世就是担负着这款的责任，因为数千年颠沛流离居有定所足重视家庭教育所以教会学校破坏若有家庭的所在就有教育所以拄则有讲，拄则咱有讲就讲你都爱重视这智慧啦重视这智慧就唔通买，就买智慧教是真理安尼所以就捌讲起着一个小故事，真趣味。
就是智慧才是真正的财富。老母，这个头目就来了一个小故事，讲老母问囝，讲囝，我甲你问吼，假使若有一天，咱这厝烧去啊，财产嘛，互人抢了了啊，你想要带要带什么物件走啊？你感觉什么物件带走？你是上宝贵的。拢嘛定拢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讲我去到一个小岛，你感觉什么物件是上重要？你人生最后一日，你是要做啥代志？拢会有这款问题啦吼。伊咧甲囡仔对话中间，伊甲囝安尼讲：囡仔，你要带走的，毋是钱财，是智慧。智慧是任何人拢抢袂走的。只要你活着，智慧就对你行，是毋是安尼？有真侪人一生可能真风光哦吼，但是时代一个社会变化，像即个疫情吼，3冬真侪的企业、真侪事业讲倒就倒，有迄个大头家吼。去街头咧做游民咧，要安怎？因为迄个物件要有要滴的，要无去，就是一瞬间的尔。伊讲，干那智慧是摕袂走的。拄则咱有讲起着用鼓励话代替责骂吼。咱知影讲爱因斯坦，伊互老师放弃无讲即个囡仔我无法度人好教，但是老母甲伊讲毋免担心，你无需要甲别人共款啊咧。兄弟姊妹，这个拢是咱通对塔木的。佮伊的源起头，咱对拄啊圣经节所领受到的，讲听叹你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你毋通看轻伊。兄弟姊妹，有影苏之峰真出名、真强，互咱感觉真新鲜。伊老爸用塔木的概念来教囡仔，但是我感觉佫较宝贵的是，你甲这个美好的教养的知识，甲圣经相结连。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迄则经节，伊讲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就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就注意看我的道路。咱虽然伫家庭咱无亲像犹太人迄款遮尔好的传统，规成年的传统，咱细囝要哪甲教，要哪迄个，咱有一个概念，但是真宝贵就是咱富强教会，咱真重视儿童的主日学，咱真重视青少年的时间。你若想讲我的囡仔要哪互伊伫细汉的时阵就得到一款信仰的栽培，咱家庭袂使讲我拢无要插，就互教会，毋是，是你会通甲教会来相配合，互你的细囝伫即个亲像即个犹太人因伫教会伫会堂成长的共款背景，基督徒会当学习着圣经教导囝子的方式。我相信你会亲像即个圣经在讲即个老爸是大欢喜、大快乐的，因为你是生着一个智慧的囝。智慧的囝，咱较惯势讲阮即个囝足才情的吼，阮即个囝足够趁钱的。但是你爱上界欢喜的是讲，我生着一个智慧的囝，这智慧是对上帝所来。兄弟姊妹，用即个咱伫爸爸节来三甲来勉励三甲来学习，咱要来研究圣诗，来做咱的公道的备班。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咱来吟全首坐咧吟。